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嚟到威日杯嘅科幻組啦。科幻組咧，其實永遠都係最多人參加嘅，咁所以咧第一時間我哋都會去睇咗科幻組先嘅。咁作品啊，好涵括好多，因為佢唔係淨係齋高達，而係科幻組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嘅，即係好多唔同嘅題材啊。咁我會覺得咁樣就睇落去比較有趣好多。嗱，呢啲好多其實係自製嘅出嚟嘅，好多零件都係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咁啊，繼續啦。呢啲都係一啲好精彩嘅作品。咁亦都有，除咗有新淨嘅之外咧，亦都會有一啲舊化嘅作品啦。咁喺現場睇，你會睇到佢哋好用心嘅即係製作，同埋睇到佢哋好多好 detail 嘅細節。咁可能睇相啊 video 其實都睇唔到嘅。如果有機會，真係好建議大家去比賽嘅現場去欣賞下其實人哋嘅大作。有時有啲細件嘅作品，感覺上都幾可愛啊，幾有趣。呢啲就係5星啦，應該。咁呢個就非常之色彩豐富啦。咁有時咧都要考慮下即係比賽嘅時候都要考慮下現場嘅環境。我哋今次都會見到好多咧係加咗好多燈飾喺上邊嘅。咁如果比賽嘅現場係比較暗嘅話咧，你加燈其實又有啲着數，因為佢好搶眼地咧，好搶眼，吸引到評審嘅眼球啊！我成日都話比賽最緊要吸引個眼球咯。黑色是昨天的抽獎，請告訴我們的抽獎人員你中獎的數字顏色，以方便我們找到你的獎項。呢啲都係舊化作品啦。咁其實喺現場可以睇到唔同嘅角度咧，咁你會發覺其實有好多地方作者都好用心咁做咗好多嘢。咁但係你可能就咁睇張相，其實睇唔到360度。另外，我們音控台前面有 QR code 問卷調查，請各位貴賓還沒有進行問卷調查的，到音控台來填寫問卷調查，並且換小禮物，感謝您。咁亦都有好多咧好大型嘅作品嘅呢啲，喺1比60嚟嘅呢啲應該係。睇都好震撼啦！睇實物，好。咁而家大家都會留意到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咧個比賽嘅形，即係個啲作品嘅展示咧，其實同以前有啲唔同。以前係比較多嗱，好似而家呢一隻咁樣就咁企喺度展示嘅。咁但係咧，你會發覺咧，而家啲人咧會喺啲作品上面加入好多動作啊，令到佢感覺上更加有動感啊。而啲上色亦都好多強調咗一啲OSL 嘅效果，即係發光嘅效果咯，我哋叫唔同嘅光源啊。例如呢把刀咁，其實哇現場睇其實係好靚嘅，好震撼嘅，就用上色、熒光色啊。光暗啊，做咗呢種感覺出嚟，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好中意呢件作品。咁而家咧就會其實咧你強調一個嗰件作品嘅動感咧，就令到佢更加生動啊！啲人望落去感覺冇咁死板咯，咁樣就好會令到個評審會覺得啊，都想睇多兩眼，同埋諗下佢究竟嗰個動作之前之後啊，或者係準備做啲乜嘢啊？咁所以就會有機會停低嚟望下你件作品咯。變形金剛啦，即係好多唔同嘅作品，唔同嘅上色風格，唔同嘅動態。
咁當然仲會有時係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。咁可以令到呢度個比賽點解睇現場咁好睇咧？點解要欣賞下人哋嘅作品，從中可以偷下師，其實都係好好嘅。嗱，呢個其實感覺上就係將高達融合咗有少少 Warhammer 或者騎士個感覺啦。呢隻 Eva 啦，有啲人就比較喜歡強調精細，有啲咧就中意乾淨光滑嘅面，咁有啲咧就中意舊化嘅，咁其實係好唔同咯。所有嘅 style 可以一次過睇晒，你中意唔同嘅 style 就可以如果覺得嗰件作品好嘅，你自己都可以影下相啊，跟住學習下，或者係參考下人哋點樣做喎。如果有機會現場見到個作者，甚至乎可以同佢討論下，所以係真係好開心嘅事嚟。所以這個因為如果你說這樣子的話，它那個腳好像就會那個垂下去，好像就是這樣跪着看。如果它再高一點，好啦，作品科幻組嘅作品真係好多，咁我哋真係要繼續慢慢去欣賞。有時啲配色都可以參考下人，因為有時咧會特別令人哋望落一種感覺好舒服嘅，咁你又可以參考下。哇！呢件1:48，厲害，拍唔晒啊！生化總召，音控台報告，生化總召有人要找你。呢個 D.O 就係好精彩嘅一件作品嚟嘅，舊化都可以係恰到好處咯。加埋個地台其實都係好有心製作。呢件彈幕呢啲作品咧，其實佢個改造咧都係好犀利嘅。除咗加 detail 之外咧，其實好多外形都改晒。科幻組嘅題材真係好闊㗎，唔一定係一定要機械人，有時載具嗰啲啊，或者嗰啲奇幻嘅嘢啊，都可以加落去。咁當然啦，到最後都係以高達為即係比較多嘅作品，因為始終佢嘅產品太多。呢隻 MAK 1:35呢隻亦都係好精彩嘅，啲細節啊、地台啊，好自然啊做得。Artifact 嘅作品都唔差㗎，有時大家可以睇到。呢就運用咗好強嘅 OSL 光源嘅變化嚟到做一個咁嘅效果啦。咁你望落去，其實你睇下後邊嗰個地台，其實都做得好精彩，好似加晒燈咁樣嘅。咁呢啲上色方面應該都會係好唔錯，做多啲唔同嘅嘗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非常之驚人啊！個數量好多，好差唔多啦。
終於就完成咗欣賞完我哋嘅科幻組啦，準備就去下一組啦。